用尽千辛万苦，用尽所有的方法，请伊来入一个总学院，爱1,000块拜托伊各位先生，为人是安尼呢，2,000块互你去总学院，你若入去学习了，你就知影好了，你就会来啊。爸爸妈妈是这样的用心，这样的用心。那么当然，这嘛较咱个人主为经济有关的啦，我拢甲经济有关的，并袂当讲每一个咱的组长啦、领导啦，要甲家庭的子女操作，毋是遐尔容易咱真正就是甲伊的经济有关系。那么搁再落，富之福可以无敌也。那么当然，伊讲甲这个夫妇，以前互我若无读是即种互我嘛感觉讲夫妇，就是咧讲是一对阿嬷某嘛。各位先生，原来伊伫遮讲的意思就是比夫，就是一般指着咱的先人媳妇那么妇就是丈夫弟就是咱的良弟，就是讲一个非常夫妻夫妹的这个先人媳妇的姓氏还是姓女，就是咱一般的修行人来讲，拢会当了解咱有一个良知。那么咱要会当了解咱有咱的良知，各位先生，咱一定透过经道，咱才通了解呢。咱各位先生可能本来就知影，可能互我若无经道，我来学习互我拢毋知影。我就是有这个知识我有读册妈妈教我安怎，我就安怎是大人教我安怎就安怎。这么很狭隘的一个认知，就是咱求得了咱学得了哇，学然后知不止。但是我们在不止当中，如果找到我们立足点，这很重要那么咱第一，我拄着三者大开普渡，多共回体，使命必得。哪怕是夫妇之母，只要是努力，而且九育原理，三言苦逼，经济做点苦言，拢会当来求得受得，会使讲非常的容易，但是圆德嘛搁圆心啦。如果咱若无继续来参加法会，来参加听班，不断的听课，不断的听课，咱要真正有法度人去面对有所困难有所困难。那么急其志须信义，有所不敌也。就是互咱了解讲，急其志就是讲急办，真正讲急办的心理，虽然是信义嘛有所不敌的，因为信义还袂达到佛的意见还袂达到佛的意见。那么就是讲，至少互咱了解咱甲信义的地位同款，先自立福，人人皆福，在世不争，在凡不减。那么而且信义所讲的他不敌。就是要鼓励咱当世甲后世的人的修行因为伫咱2000多年所拄的这本的中庸，伊就是要鼓励，因为咱惊咱一般的夫妇呢，夫妻的这个修行人呢，化神自主，惊咱无咱的信心，咱的信心不足，感觉讲较有可能要修行，成佛哪有可能？要一世修一世成，哪有可能咱昨今日佛堂呢，真正是上天最好的安排。我新年伊1礼拜前就甲互我讲，领哩后礼拜就互学认真地学习，讲嘿是互学就甲你通知的，你就先打电话互学啦。然后伊甲互我讲，你哪有听过林春虎单主一定的影片？我讲无咧，我真着佛堂暗捌，伊大来佛堂伊捌办。我就甲讲好来放大来，你若点。林春虎单主所甲咱准备的迄个影大好就这样子。昨天老婆手指夹到因无手头用着来送去新楼伊就袂当去讲课拄仔要放录影档上天最好的安排就互我去你开班了后来放录影档。那么各位先生，咱拢有听过林春虎单主甲咱开示的迄段，伊讲到天文院。只要你有亲口咱有后面的做需要四面门墙保护掉，去到遐，伫咱的天宫内底，拢通叫着名咧。伊伫天道坛内底是学做回收，伊第3名咧。我就讲，迄个咱天父院啥物无便所伊就问老师，
到厕所，到天父应该都会上厕所，无啊，世间化的物件，一切世间化的物件拢无啦，我还佫有问呢，咱无看到电传，点着电传师甲奸人的名，伊讲电传师甲奸人甲恁无共款，伊个是天命的迄个无共款的一个区。各位先生，咱会当去了解。咱今日会当真正对家己有信心，即世心、即世性，咱对家己有信心，咱真正甲咱全部的啥物心灵啊投注落，准无成了紧，咱阁成原在啊，咱阁成原在啊，就是讲咱对家己爱有信心。那么心有所依，咱会发扬自信呀；物之有所依，咱故必自信。所以夫妇之间依照吉义之道，就是讲会当结生物甲生源的，那么这公德呢，互伊能够公义十足的话，功夫成片，就是会当呢，佮加上恭敬实践，咱就会当牺牲牺献。这一段呢，就是甲咱慈悲，互咱了解，互咱了解着讲，咱本来每一个人拢有这个。资格咱讲3600姓48000年，只要你求道亲口，你咱自咱想讲，佮爱亲口，上届咱选3600姓48000年若求道，只是呢伫天父院的外院，佮伫咧学习，佮伫咧学习，那么夫妇之不小科，可以领验，就以职业，随性也有所不领验。那么而且互较依着咱，就用即一句话来甲咱做一个分享：顺和灵也，恶和灵也，有为者应如是。信以所领，夫妇之不孝，为不灵也。在行之力，有不灵之所。就是讲，你今日用心的、用功的，咱你出偌济。就是像咱拄则，咱有点是甲咱自卑。看人会知影做讲师，互我一下到食迄个便当有够丰富的，可是我拢毋知影味。你即若甲互我问讲下到食啥物，我拢毋知。为啥物毋知？心无伫便当啊！若讲伊写来听，当我绝对知影。一千二册几项菜，好食歹食，我来讲到足清楚。那么各位姐妹，就是咱用心。为啥物人讲师讲较遐尼好？伊个用心度，因为互我拜伊较知影，所以拜三拜四。拜5000称过来，拜真正闭关的，各位先生，因为我阿叔组长，我拢毋敢出面，就是爱关于伊去解这些东西，伊就甲补，看真正互我知影慈悲，就是当而且英文所甲咱慈悲的，你行的德，甲不得之所，能够平常要努力啊，毋通临时抱佛脚毋通就无通的，我安尼讲可能不好的示范圣人非天生就是圣人，乃是立志以牺牲，所以自身亦有所不利，有所不利。